我首先就講下關於呢一個比賽究竟係個目的係咩啦？咁正如頭先 Sally 介紹，咁其實呢一個趣學普通話個 app 咧，佢其實係用個遊戲方式係去幫助我哋去學習普通話嘅。咁所以咧，其實就係我哋其中一個目的就係寓學於樂啦。咁啊，結合遊戲方式去學習普通話，同埋我哋學習嘅內容入邊咧，都會融入咗中華文化嘅。咁第二個目的咧，就係我哋希望借住呢一個挑戰賽咧，係寓賽於學嘅。咁其實成個比賽都好簡單輕鬆嘅。其實學生只要一連5日，咁啊每日可能抽出大概係十零分鐘啦，咁佢就完成20道題咧。咁最後我哋會係喺所有參加者入邊以最高得分個40位做評選獎之外咧，亦都會帶佢哋咧喺嚟緊10月份咧去參加個大灣區嘅交流團嘅。咁我哋呢個比賽係有邊一啲學生可以參加呢？咁我哋今次咧其實係一個香港及澳門區嘅小學比賽嚟嘅，咁所以咧你只要係喺香港或者澳門地區咧在讀嘅小學生咧都可以參加。咁我哋會分咗4組，分別咧就係香港賽區嘅初小組、香港賽區嘅高小組，仲有就係澳門賽區嘅初小組同埋澳門賽區嘅高小組嘅。咁你喺後邊嘅內容度咧，我哋會再講到詳細嘅報名情況嘅方法嘅。咁但係咧，其實我哋呢個比賽咧，學生可以係透過學校報名就得，或者佢自己喺個 app 入邊報名都可以嘅。咁我哋成個比賽咧有幾個重要嘅日程啦。咁第一個當然係今日呢一個線上簡介會。咁其實我哋跟住第二咧就係我哋嗰個報名日期啦。其實我哋已經開始接受報名㗎啦，一直去到6月6號。咁而喺成個比賽時間，比賽係幾時進行嘅咧？就會係6月16號去到6月20號，一連5日嘅。咁而頒獎禮咧就將會係7月上旬舉行啦。咁而頭先提到嘅大灣區交流團咧就會係10月中旬嘅。咁可能參加者喺Zoom 入邊嘅朋友都想問，呢個比賽點樣玩啊？咁其實就好似頭先一直提到啦，呢一個比賽咧就係要連續5日登入呢一個趣學普通話 App 入邊，咁樣就係完成每一日嘅挑戰。咁每一日嘅挑戰時間咧就會係朝頭早10點去到夜晚嘅11點59分，係啦。一去到零時嘅話咧，嗰日嘅題包咧佢就會係下架㗎啦。咁特要注意喎，你當小朋友咧去答題期間咧，佢係唔可以暫停啦或者退出呢一個 app 嘅。咁而我哋會咧將每一日嘅分數咧就會係累計啦，然後會有一個排行榜嘅。咁然後咧5日嘅比賽結束之後咧，我哋就會按總得分咧去評選冠亞季或同埋優異獎嘅。咁接住落嚟咧，將時間交俾我同事阿 Ellie 咧，佢就會講下實際上呢一個比賽個操作啦。好，唔該晒 Karina。各位家長你好，咁咧其實頭先我哋同事都講過啦，只要你下載個 app 啦，咁如果學校團體報名嘅咧，就通過我哋透過傳真我哋或者係電郵我哋嘅報名學校報名資料啦，咁我哋同事咧會申請賬戶提交俾老師嘅，然後老師派發俾學生。咁如果係家長幫學生自己個人報名咧，咁可以下載 app，可以登錄咗之後咧，就會咧透過呢一個線上挑戰賽呢個 icon 啦，去進入去呢個線上挑戰賽報名嘅。咁呢個係個人報名嘅。咁我話當你哋報名成功咯喎，咁去到16號咯喎，我哋真係進行比賽咯喎。咁點樣操作咧？我哋所有嘅比賽都係去翻呢一個平台去進行嘅。咁所以同學仔啦，咁亦都會啦係打開呢個 app，進入呢一個線上挑戰賽呢個 icon，click 入去。咁 click 入去之後咧，咁譬如我哋今日係第一日參加比賽啦，6月16號開始。咁就會獲得第一場嘅題目包㗎啦。咁如此類推啦，每日咧會發放當日嘅題目包嘅。咁另外咧都會見喺度顯示到啦，會寫明第一場、第二場、第三場、第四場、第五場嘅。咁
入咗去之後，咁我哋可以前往參賽㗎啦。咁我哋一套題裏邊咧有20套題嘅題目包裏邊，咁所以其實我哋係囊括咗唔同類型嘅題目啦。咁我而家舉例嘅，咁喺作答嘅界面落去入咗去比賽呢個界面之後啦，咁會有一啲譬如係朗讀題啦。咁頭先我哋都會用個 app 去試下，點樣去讀音啊？咁其實呢個題目亦都係應用咁嘅程式咧，去進行一個錄音嘅。咁見到一啲嘅拼音啊，或者係字詞需要朗讀嘅時候咧，咁一撳呢個錄音掣，對住呢個手機或者 iPad 咧進行錄音嘅時候咧，佢就系統咧就會認到你哋把聲，然後咧你再撳翻一下就完成咗個錄音。完成作答之後咧，就會即時評翻分，就會有星星嘅評分俾翻你哋。咁我哋咧就係不設重錄嘅。咁我頭先冇認真讀喎，再嚟多讀一次得唔得？咁係唔得㗎啦。咁係因為而家係比賽嚟嘅，咁所有咧作答呢一個每一題咧第一次機會嘅啫。然後完成咗呢一題咧，就撳下一題啦。如此類推啦，咁另外都會有唔同嘅題型啦，咁之後咧會有翻 Sally 講翻有啲咩題型，咁我哋舉一舉例，係譬如有聽力題嘅，咁左邊有個喇叭仔，我要聽下佢係講緊乜嘢嘅先可以揀到以下嘅答案，咁所以撳一撳咧就可以聽到題目嘅內容啦，咁呢個掣咧你都可以循迴咁樣聽嘅，咁就唔係得一次嘅，咁當然啦，作答嘅時間係喺度計時嘅，咁我哋嘅作答時間就冇限時，但係一直會計算緊你嘅作答嘅時間嘅，咁所以你聽完之後咧，就揀選翻你心目中嘅答案，然後撳下一題啦。咁所以系統亦都會即時評翻分俾你，你答呢一題攞咗幾多分嘅，係啦。咁佢如此類推就去到最後一題啦，咁完成咗呢個比賽，係啦。咁其實咧，我哋每一次完成每一日嘅題目嘅比賽咧，都會喺翻頁面咧去睇翻，會顯示翻當日你總分係攞到幾多分嘅。咁亦都睇到每一場嘅分數啦，最後啦，我哋亦都每一日咧喺比賽之後咧，就顯示翻你嗰一日完成嘅場次嘅分數啦，同埋最後嘅用時嘅時間嘅，咁同學仔亦都可以啦，到時候咧亦都可以 share 俾其他，分享俾其他同學仔，以此鼓勵，以此競爭啦，咁最後咧，我都想講，如果有啲同學仔話，我連續5日，可能其中有一日我唔記得咗入嚟參加比賽，我可唔可以補答啊？咁我哋呢個版面呢度都睇到啦，咁係唔可以進行補答嘅。例如我唔記得咗頭4日入去喎，我第5日可唔可以翻去之前啊？咁係唔可以㗎啦。咁所以記住，每一日咧都要入去進行作答啦。好啦，最後完成咗賽事之後，完成咗5日嘅賽事，咁大家可以見到譬如呢個同學仔，佢第3日唔記得作答，所以佢係冇分數嘅。咁所以 total 嘅分數就係呢一個分數。好啦，比賽已經顯示咗完成咗結束5日嘅作答啦。咁最後咧亦都可以睇翻自己嘅排名嘅，到時候撳一撳呢個查看排名咧，就會去得翻我哋見到全港唔同嘅區或者全澳門唔同嘅區嘅排名㗎啦。